罪，请王爷恕罪。牛总督，田卫生虽然讲你带兵来掠小王啊，王爷，这位皮质的卫生，对皮质虽然讲是有土豪强盗，对不来义务讲强夺伊的妻子，所以皮质。别人的妻子乃是田卫生李勇，伊的口中所讲出来，江湖大多就是小王啊。牛总督，身为朝廷的命官，竟然令卫生也甲重视欺人，为害羞乡里。不能自家严令自讲呢？王爷，教你的是，你所处的犯罪，严令轻了，小王奏明皇上，一定将你罢官。王爷开恩，王爷开恩，退下。查。救了玉清，佮接受阮的婚事，更加替阮做了后患。这种大恩大德，阮夫妻永远唔敢忘记。阮永远袂口袂记，但愿你一路顺风，回到京城。唉，找无着苏中堂，我是无法度通啊回京交子，我也是继续过来去找找苏中堂。苏中堂是真南名将苏中堂，是，因为到现在还阁无苏中堂的消息。小王爷，苏中堂，伊是一个无重名利的人。伊当年仕官回乡奉庙之时，就应该改名叫做苏中咯。啊？青苗，你捌伊姓？我伫咧行道，
捌见过伊的面，这一代人也只有我知影伊的底细。那你真有，你猜伊住伫什么所在无？无外远，离这20里，一个苏家村。你只会问讲苏中大的所在，人就会甲你讲。终于叫咱找到了，找到啊！阮阿爹伊去山西探亲啦，倒2个月才会转来。阿福啊，免相骗啦。等阮要来的时阵吼，阮都已经探听甲清清楚楚啊啦。苏家庄啊，大地嘛知影讲，苏中即马当咧无闲咧，甲因后生办喜事，对无？伊哪有可能去山西啦？佮再讲哦，老实甲你讲啦，等阮来找恁老爸，也袂影响你娶某啊啦。恁哪都毋互阮甲恁老爸见面。哈，顺安，伊是一个刁直人，毋通阁去再为难你。是。阿虎，是毋是恁阿爹甲你吩咐？若有人来找伊，就毋通讲伊伫个，讲伊去山西对无？啊，对啦对啦，阮阿爹吼，伊听人讲有人专工要来找伊啦，伊毋才甲我讲伊无伫厝诶。若安尼，恁阿爹即马是毋是伫咧厝内面？伊就甲我讲伊去山西，当然嘛无伫厝诶。爸，苏中堂啊，热情汪汪甲到位啊，你还阁毋紧出来啊？苏中堂，紧出来，紧出来，紧出来，紧小王爷啊！小王爷，身体咱病家，罪该万死，求王爷恕罪。苏将军，小王找你好苦啊！求王爷恕罪。苏将军无罪，请起，请起。王爷。苏将军啊，你明明都知影，小王爷要来找你，是安怎你哪会故意要搁再庇护阮找无啦？王爷，当年神的事歌是为着皇太表亲，如今表亲甲我的一类已经至世，但是我已经爱着这个田园的生活，所以无愿意搁再入仕途。哦，皇恩浩荡，不得不辜负小王爷的美意。唉，苏将军啊，你是掠准讲阮来找你，就是要叫你去做官啊？敢讲毋是这个意思？苏将军啊，天山北路去半边，可无两将在殿前呐。将军哪强，亲将前，扫灭官差。
将军啊，主将将军啊，辞了官，皇上思念在金銮，不为万民，为圣冠，将军不该乱用船，不该乱用船啊！小王爷，臣虽然无要搁再救光明，但是为国尽忠一向不休人，臣甘愿积极，随王爷进京见客，压兵边关。哦，苏将军啊，听讲玲珑伫要娶亲，啊，都规矩等下新娘若带入门来，啊，才来去嘛，啊，袂慢呐。救兵如救火。好，婚姻的代志可以用乡亲来个料理。请小王爷，咱积极动身。公主啊，马大人无伫咧便家留店呢。安就奇怪了。我名义去促成党联军甲文龙坡因的亲事了后，就要到边家老店等我，安怎会无去呢？小王爷，咱不妨先回家见客，相信马大人随时赶到。什么？陆青龙已经找到苏中堂，先回京。是啊。当然就赶紧下手。既然陆青龙已经遐尼深爱着党联军，咱就将党联军赶紧送入伊的怀中，才会当互伊欢喜。马大人，如果你若讲趁早动手听，无听到这代志早就办好咯。现在嘛会当互陆亲王将党联军带转去京城。老夫也唔动手，是有想一个妙计。哦，是呀。哦，你爱知，当年阮是所爱的人是文洪波啊，假使即阵啊将伊甲送入陆亲王的身边，伊每日天天口口，也若搁再唔插陆亲王的时阵，老夫的苦心就白费了。我知影大人的意思，大人你是要想啥妙计？所以党联军心甘情愿去防太陆亲王心。无毋对。也毋过马大人，即摆已经无时间通互你想出一条妙计咯。哦，这是安怎个？本月9月初9，党联军甲文洪坡两个人就要完婚咯。小花嘞，哦，流去。
组团的宝镜。啊？表兄，王家组团的啊弟弟，宝镜成为招心意。万情表兄恁为啊无礼，衷心照顾恁啊夫妻。表妹性情记啊心薄。情深宝镜不敢动，害你日后陪啊乱风。宝镜为你添加做，表兄。宝镜分为添啊加醋，随时无言袂乱风，留在身边无啊意义。关东过礼你无啊提示，表兄，你家己收起来嘛。表妹，你的心意我拢知影，也不过我鼓有你一片的深情，你不但无怨恨我，反倒当伫阮阿婶伊面头前来促成我甲连军的婚事。此时此地，表兄，你好讲这要创啥物货？你还是将这个宝镜家己收起来，也同我准备，同我迎接新人啊！表兄，我祝福你甲表嫂，当然后白头偕老。